各位我馬房超人戰，大家好。今次咧4月16號星期三跑馬地夜馬賽事，咁會跑9場賽事。咁頭場個開跑時間係晚上6點40分。至於今次跑道咧都會 B 跑道，呢條跑馬地 B 跑道咧個闊度有26.5米，喺中短途賽事啊，即係1650米或者以下嘅賽事，平均咧都有利於中內檔。但係對於1800米以上嘅賽事，每個檔位都好平均，冇乜邊個檔位咧有特別嘅優勢。中意留意跑道嘅朋友可以留意下。講翻今次賽事，想同大家分享3匹消息馬。3匹馬當中咧有2匹馬咧係屬於同一場賽事，希望到時咧可以構成一條連人位或者位置 Q 啦。2匹馬咧都有表現，並且同時可以跑到3甲。另外1匹消息馬咧將會跑今次賽事唯一一場嘅杯賽怡和挑戰杯，希望呢匹馬到時可以咧贏馬捧杯。大家聽完如果覺得我哋推介啱嘅，可以臨場咧留意下賠率。如果到時咧賠率又覺得啱嘅，至投注都未遲。OK， 今次賽事首先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嘅係第2場賽事當中咧，其中2匹有蟋蟀嘅馬。呢2匹有蟋蟀嘅馬分別係8號馬客家之光同埋10號馬管之友。首先咧同大家分析下咧8號馬客家之光。客家之光咧呢一匹來自英國嘅自購馬，今年5歲，隸屬沈集成馬房。客家之光咧上季嚟香港嘅時候，本來隸屬咧和偉傑馬房，但係咧客家之光咧喺上季連續跑咗8場賽事，不特止咧3甲不入。而且每次賽事差不多都喺馬群後邊翻嚟，馬主可能見到咧客家之光咧喺無偉傑馬房冇乜進步，所以喺上季尾啊轉咗入沈集成馬房。客家之光咧自從咧轉咗入沈集成馬房，佢嘅成績咧可以話脫胎換骨。今季咧暫時跑咗10場賽事，當中有9場賽事都可以替馬主攞到獎金。另外喺3甲方面都分別攞到2亞1季嘅成績。但如果咧馬主要拉頭馬，暫時都要等等。當然咧，練馬師咧沈集成梗係希望馬主咧可以盡快拉到頭馬啦。身為練馬師啊，得到其他馬主嘅信任，將馬匹啊由其他馬房啊拉入自己馬房。每個練馬師啊，梗係希望可以將呢啲轉倉馬盡快交出頭馬，同馬主有所交代，並且同時咧可以閃亮自己馬房嘅招牌。其實咧，客家之光轉咗入沈集成馬房之後，練馬師沈集成啊真係盡心盡力諗盡辦法為客家之光咧爭取好成績。由於客家之光啊，未嚟香港之前喺英國咧分別報跑咧2000米或者以上嘅路程咧，都得到好成績。當中一場跑2000米交沙地，客家之光啊以輕鬆姿態啊大勝對手4個半馬位，成為馬匹自己第一場頭馬。另外客家之光咧喺更早一場嘅賽事，曾經報跑一場咧2045米嘅草地賽事，最終以1馬頭位嘅距離跑入一席第2。單抵呢2場賽事，客家之光啊即係屬於長途馬，泥草皆宜。練馬師沈集成啊，當然留意到咧客家之光喺外地嘅成績，知道佢曾經咧贏過交沙地，所以自從咧轉入自己馬房之後，第2安排咧頭幾場賽事都係專攻咧香港泥地嘅賽事，希望靠泥地賽事啊可以脫穎而出，交出頭馬。喺頭呢3場泥地賽事之中，客家之光啊嘅成績咧比上手馬房嚟過大躍進，當中攞到1亞1季嘅成績。其中咧嗰場亞軍賽事，客家之光啊只係輸俾頭馬鄭俊偉馬房嘅年年有福4運3個馬位，爭少少啊就可以替客家之光啊贏到嚟香港第1場嘅頭馬。由於客家之光啊屬於長途氣袋，佢喺英國咧有表現嘅路程啊都係跑2000米或者以上嘅路程。由於香港泥地賽事啊最長只係咧得1800米，所以練馬師沈集成啊都向咧泥草兩邊咧發展啊，並且同時樂意啊替客家之光啊報跑1800米以上嘅草地賽事。喺前次賽事啊就係替客家之光啊報跑快活谷2200米，最終得到一席第2。講翻呢場賽事，當時咧練馬師沈集成啊特登揾咗咧騎師巴道幫手策騎客家之光。大家都知道啦，歐洲騎師騎長途咧有一手，所以希望騎師巴道啊可以喺呢場長途賽事可以幫手啊贏到轉倉之後第1場頭馬。呢場賽事啊其實騎師巴道啊都好有心機跑，開閘之後沿途咧用翻咧客家之光最佳嘅跑法，就係一開閘之後啊擺喺前邊馬群位置。騎師巴道啊喺開閘之後已經成功搶到前列位置，並且先喺咧前邊有遮擋嘅第2位。但係客家之光啊跑咗一段路程之後就開始搶口，期間接近有600-700米，騎師同馬匹啊都有少少人馬角力嘅情況出現啊。直至係過咗1500米之後，騎師巴道已經可以控制到客家之光，同時走勢開始暢順。入到直路之後，客家之光開始發力，並且取得前邊領先嘅位置。但去到最後50米，俾從後殺上，由騎師班德禮策騎告東尼馬房嘅8進笑聲，好似一支箭咁過晒所有對手。最終客家之光
以1個馬位嘅距離，只係跑到一直第2個終點。有一場賽事同頭馬擦身而過。最近上一場賽事，客家之光又嘗試速成步跑快活谷1100米，嗰俾騎師班達利策騎。由於路程唔係最合適，結果只能夠跑到第5個終點。賽後仲發現客家之光左後腿有輕微擦傷。跑完上場賽事之後，客家之光喺沙田休息咗幾日，跟住又上返從化操練並且由頭再做起。期間冇安排客家之光除咗踱步游水一般慣性嘅動作之外，並且喺從化同沙田兩邊冇先後安排咗有7課嘅快跳。另外再加上喺上個禮拜2再安排有1課草集，希望俾客家之光喺正式賽事之前輕舒腳頭。喺呢課集見到客家之光走勢暢順，狀態更加提升咗好多。今次賽事冇再次特登安排客家之光步跑前次有表現嘅路程快活谷2200米，今日再改配最近有非常好表現嘅騎師艾少禮幫手策騎。騎師艾少禮而家喺騎師龍虎榜已經去到第3位，成為香港嘅三哥。騎師艾少禮同利馬師沈集成今季大家合作，只係喺季初贏咗隻知道長勝。我哋就期待今次賽事客家之光可唔可以成為騎練今季第2場合作嘅頭馬，並且同時可以替客家之光揚取串倉之後嘅第1場頭馬。OK， 輪到第2匹消息馬。今次賽事我哋第2匹想同大家分享嘅馬係第2場10號馬管之友。管之友呢匹來自香港國際拍賣會嘅 PPG， 今年已經7歲隸屬賀賢馬房。管之友喺香港出賽已經4季一共攞到2冠3亞4個成績。管之友馬主當年以投標價112萬買入，而家所得嘅總獎金已經去到260幾萬。如果單係計投標價，管之友已經一早回本。另外管之友所得嘅3甲成績方面，又係名副其實一匹長途嘅氣袋馬。因為管之友大部分嘅3甲成績都係跑1800米以上攞到，去跑長途真係有一定嘅份量。管之友喺最近2季賽事都唔可以再繼續增添頭馬，主要原因喺上季嘅季中發現馬匹一對前腿不良於行，當時更加要退出賽事並且要提早唞暑。經過半年嘅時間休息，管之友喺今季11月再次安排出賽。喺今季賽事一共出賽7次，雖然攞唔到任何頭馬，但係都攞到2亞1季。由成績所見可以證明管之友嘅腳患完全康復。管之友喺上場賽事跑沙田2000米繼續配騎師田泰安，結果只係以同頭馬相距3/4馬位嘅距離跑完一直第2。嗰場賽事頭馬由騎師潘明輝策騎，姚寶芬馬房嘅勁大威猛以快過標準時間1線奪得呢場賽事嘅冠軍。另外跑第2嘅管之友因為出閘嘅時候結果大漏閘慢咗幾個馬位但係佢最終可以追翻前面嘅失地，並且做出全場最快嘅末段時間只係同頭馬相差4/3馬位嘅距離跑完一直第2。其實呢個第2好明顯係有少少掟甩同場對手，所以管之友呢場第2佢嘅表現都非常好我哋不如睇翻管之友呢場賽事開閘之後點樣漏閘，並且睇下佢入到直路之後點樣發揮凌厲後勁追復失地。好，一起步嘅時候大漏閘嗰隻係管之友嚟㗎。好啦，前面快㗎嘛，見到埋邊位置青春力量喎。咁旋風傳奇快㗎，拖翻住先。外邊咁有小飛俠走上去啦。出邊風起雲湧內欄淺藍衫就妙算奇勝外邊藍衫仲有捷足奔馳攝咗去內欄喎。第7位係勁大威猛中間第8位紅衫仲有長勝將軍響外邊就係呢隻風火行運尾5內欄黃衫頭先慢閘嗰隻管之友最後300零米啦，青春力量拋離咗個幾馬位見到中間位置啦，就係呢隻風起雲湧中檔有少少內閃就係呢隻妙算奇勝出邊嗰隻捷足奔馳一路壓住佢嚟跑，中間上緊嚟仲有隻勁大威猛大外檔仲有就係管之友，最後100零米啦，勁大威猛已經係透出咗先拔頭籌跑第2名管之友，第3名捷足奔馳，第4名係風起雲湧上場賽事之後，管之友唔似過往跑完賽事之後就安排上翻從化，而係直接留翻喺沙田操練。管之友今次只係比上次賽事相隔咗2個多禮拜，冇就安排管之友再次報名參加嚟緊嘅快活谷2200米。到消息，上次管之友只得第2冇可能唔服氣，加上見到管之友嘅狀態完全冇回落，所以今次替管之友報翻過往佢有表現嘅路程快活谷2200米。
其實咧，管之友跑呢個路程啊，真係都幾好。佢前後啊跑呢個路程7次，攞到咧1冠1亞2季嘅成績。跑呢個路程啊，3甲嘅成績高過50成嘅機會啊。管之友啊，今次賽事啊，將會除晒所有佢嘅配備。其實過往啊，管之友跑呢個路程啊，攞到佢1冠1亞2季，全部嘅成績啊，都冇帶任何嘅配備，可以見到幕後今次嘅用意有幾大。另外講翻騎師田塔安啊，同練馬師賀賢啊。今季合作其實咧都比過往幾季嘅合作次數多啊！到現在為止啊，合作嘅次數啊破晒呢幾年嘅紀錄啊！大家合作咧高達53次，當中攞到咧2冠4亞6季嘅成績。大家合作嘅成績咧都算中規中矩。其實對於今次賽事，騎師田塔安啊都非常緊張。佢除咗喺操練期間啊，親自好有耐性啊，幫管之友咧喺草地教習，希望到時啊開閘之後啊唔好再次有漏閘情況出現啊！另外去到最後試跑啊，佢都親自咧同管之友咧快跳一課，非常認真啊！總結嚟講，對於今次賽事睇到幕後咧特登除晒咧管之友嘅裝備，並且同時啊見到騎師田塔安嘅操練手影，聽到消息，幕後希望咧可以追回上次賽事啊失去嘅頭馬，希望今次成功啊可以替管之友贏到咧隔咗2年嘅頭馬，同馬主交代啊！OK， 輪到第3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今次賽事我哋第3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5場2號馬龍船快。龍船快啊，呢一匹來自英國嘅 PPG， 今年已經7歲啊，隸屬呂健威馬房。龍船快啊喺香港出賽4季，一共攞到咧4冠3亞5季嘅成績。獎金方面啊，一共攞到咧大約410幾萬。龍船快啊，由於屬於咧北半球馬，比較遲熟，所以嚟到香港之後啊，去到第2季啊，至開始有好表現。打後啊，每一季啊，龍船快都可以交出咧頭馬。如果論咧每一年嘅表現啊，冇應該收貨。龍船快啊喺今季第1場賽事啊，已經喺跑馬地1100米交出頭馬。另外咧喺1場咧國際騎師錦標賽，只係同頭馬相差1個頭位嘅距離啊，跑完一直第2。龍船快啊今年嘅馬匹評分啊，由於不斷創新高，所以幕後喺最近幾場賽事啊都刻意減分，由最高嘅61分啊減到最近嘅58分。龍船快啊跑完上場賽事之後啊，一如過往，賽事之後第2日啊就立刻上返從化進行休息啊，跟住安排正常操練。經過一輪操練之後啊，馬匹嘅狀態又再次操起。今次幕後特登打埋黃牌啊，報名今次發育谷1650米怡和挑戰杯，因為今次咧希望可以咧替馬主咧不單止咧可以再次贏咗頭馬，並且可以咧再次喺杯賽贏威。其實龍船快馬主啊喺新界可以話咧家族顯赫，所以練馬師呂健威嘅威高啊都好盡心盡力，盡量替馬主啊交出好成績，並且盡可能啊喺一啲杯賽嘅賽事啊可以贏馬捧杯。其實大家小心可以留意到啊，龍船快先後咧攞到4場頭馬，當中有3場頭馬都係成功喺杯賽賽事攞到。呢啲咁好嘅安排，其實都係練馬師阿威高啊嘅安排。今次賽事啊，龍船快又係報跑杯賽啊，怡和挑戰杯。睇下練馬師呂健威阿威高啊，今次又可唔可以替馬主啊贏到龍船快，並且同時喺馬匹身上啊攞到第4隻杯？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咧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另外咧，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